虎仔、手工剪拖、茶管仔、碰饼、喂食的到生活用品，包装全拢画上台南400档的主视角。台南市文化局打造台南400，透过民间响应，将这个纪念性的议题充满城市氛围。台南400这次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哦，是由 Akibo 李明道老师来帮我们操刀设计哦。那整个我们所运用的元素包含颜色，其实都在回应台南400这个议题哦。那其中包含了自然的元素跟一些历史的元素啦。台南400为去年开始，文化局就发布主视角、主题歌甲系列周边商品。另外，更加台南400的主视角开放予民间单位来申请使用。根据统计，目前通过申请的商品就有59项，其中有上市的就有30项。其实我们文化局从去年这个视觉的识别系统公告之后，就不断的在推广大家使用嘛，那包含如果各位关心这个台南400市民，可能最近到市政府来洽公应该都能够看到，其实市府已经布置了许多跟我们这个系统有关的这些元素。所以其实就公部门而言，我们已经率先响应。文化局欢迎各界多多运用，公司协力，展现台南在地文创力量。业者会当到台南市文化局网站查询申请，共同打造台南400档。台南市民上快采访报道。